沈世君，今朝碰到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新人啊，得知小公布，与几万人引领嘛，还能噔上来。也得知给他的17年子，流浪乡从来分气息过。今朝真叫要嗓子一场毛病了，我才有资格搭上这张扶梯。不晓得一面嘴呀，听见客厅里向的老太婆，也就是姨太太的娘，汪啷喊：“过来闺蜜的老你来着！”里浪向的姨太太才听喊了喊：“哦哟，豆房里的女婿要来着！”这位姨太太叫李素芳，素随风雨那中出身，当初还哥哥对吧，知识超群。搞不沈小东的辰光已经年过30，显得自家的生意最下坡路子，能够帮着沈小东这样一个大老板，当然不肯放水。10几年来，沈小东分析过顾虑，大太太是弄得像个活狗上一样。那么李素芳呢？10几年来，梳妆戴牙，体贴温润，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八面玲珑，周人圆滑。我个为带着一个做老板太太的娘备于指点。哎呀，我个沈小东紧紧的压了水里。但是该腔水里，沈小东毛病来势汹汹，举世一生啊！姨太太到底去个，假使老头子遇上3长2短。大房里翻来兴师问罪的，怕对责任没，只能气不行。但是少年晓得，这大房里只要叫上高一，日子来服侍老头子啊！该这样说的孩子，你说呀，你还来着？哼，你多大厉害！电动这些可以电动的力量，那哈，当我来整个高低呀？哼，对呀，非要对。你小公公一直在上风的，关键时刻高你不为师。今朝我要做的本多看看，娘都咕哒咕哒，我才是老头子身旁边不可缺少的太太。所以故意要做的本来沈世君看看。世君上来着，他到房间里向呢，他要3月份办对子。尤其现在辰光也嗓子一场重毛病了，肯定换脱这个人了该。他进房间仔细一看嘛，哎呀，只看见一张大床，床浪向坐还是女人，蓬头散发，这种样子像是纯窑里向分困喝个。再看牙呢，这个头啊磕了女人的大胖浪。这个女人呢，一只手拿着只玻璃碗，另外一只手呢铜条杆，像实了与牙吃啥个么子。看到这种情形嘛，这世君非常内向的人呀，不晓得教应好了还是不教应好，一时对浪向手足无措嘛。这地盘来忙正旁边的锅巴灯浪向一放，一言不发。晓得你来着。有心走的不里看看，一只手玻璃碗，一只手呢铜条杆，忙着屋里向插着一点细橘子。哦哟，肉麻是肉麻得来。小东啊，嘴巴张开来呀！刚刚做出来的细橘子，听闲话，嘴巴张开来呀！金牛辈子出来的，这个女人那个种样子的家。我要拿好的路，所以盯了只牙个面孔上看沈小东，现在对这个女人受访了，你讲闲话根本猜才翻猜，所以面孔浪向一点点表情才明白。哎呀，小东啊，听闲话，过来啊！你碰着点啥了？沈小东现在对这个女人叫不分不分。为啥？自从自家生病以来，只觉着你这个女人担心的不单单是我的身体，你讲你担心的是墙角落里向搿张小铁箱，还就是搿张保险箱。你担心的是铜钿，所以猜来翻猜，对，啪一只。哦哟，小东你啥
气了，那弄得队经理之外，已经都经那些那块酒队下来嘛，马子的队经理想拼命的拉卡。哦哟，谁就这么喊么子呀？你也吃个呀？这世君实在吃不下子，他可以而吃。爸爸不要吃，你就不要勉强嘛。爸爸，这个当时人强心针眼睛啪炸开了。世君，侬回州来啦？是。亲子纪念天的假。气呀！来头子长红样哇！我要听见儿子声音，这个声音我出来哇！晓得个，养儿子父母，今朝嘛，我有心奖励一军。所以假期讲眼，我剩下的人放下去嘛，不是你困哈。自家呢上浪向起来，追到沈书军身不边，电杆往是屋里向一放嘛，搿点么子，往是你水里向一伸。哟，先是儿子走来着啊，搿么说啊？你说呀，奶奶不是你哑巴？懂啊，闲话当中开骨头啊，憋起半天，转过来嘛，上衣浪向身体受定，车子一出西脚子，送到牙齿不边。爸，吃一口吧。搿啥爸爸听上耳朵里向吃过场声音，只一咂嘛，一口一口侪吃下去子。哎呦，李守芳看得来出气呀，这个鸟模糊吃着。哎呀，想不到第一个回合就让沈书军几只上风筝。那最是把须啊，飞眼睛无泪嘛，但也上来着，肚子一把牛屎叉米。哟，你说呀？是。狗牙出手来嘛，肚皮饿着玩，来吃点点心吧。那个种样子嘛，你哪吃得了你？我不饿，我吃过了。晓得你是狗牙车回州来，哪会得分我？世君，爸，侬就吃两口吧。其实肚皮是有点饿，既然牙开得开嘛，让我吃吧，让牙开心开心。对，那好吧，兜起来李贵的狼吃。世君啊，是。搿趟回来啥辰光走起呀？哎呀，哪讲法人？其实亲子500起那天考，马上就要回州去。假使来是讲是牙不开心啊，生毛病了还推背不起。今朝的来时的呀，这还是句话。我暂时还不回去，我就在这里伺候你。听儿子讲，也不是自家，搿是不是1日2日？你没定心到困扰着。士兵眼瞪瞪盯了只牙了浪口。自从打牙南江以后啊，从来分这个近距离的抠牙，现在仔仔细细一口嘛，这口起牙面容消瘦，尤其眼睛分大了，眼眶凹进去的人，面容消瘦，面色苍白。这个人老得来不是样子。自从阿哥追子过后啊，李生波比500个亲人做帮手，一个子对当独对，后等样的不容易。而我做儿子的人，不问，是有点过分啊。想到个狼门，一人难拒，眼里已经到至眼眶里。泪已后头，明日老父亲，他平庸笑在我软。
米是口弯，神相随。神想起了狗儿狗要去生儿王狗，父亲他霹雳当对大街声。集体胸膛来出力，批评我不牛经商这爱分也一不和气真人宋子玉父子引动没漏神徐经他你们太老心体无力风霜情心里叫人病愁身若知恩，倘来举小云，这觉得满面水为难拒身。哎呀，小龙啊，哪有那个女呢？你也吃的么子送上来之外，还是吃吧。你碰上地上来的，我本当就困上才不能往啷个上，个火嘎啦啦丢起来。拿出去，我不要吃。哦哟，不吃你肚皮我乖。对不住来看见旁边国王灯上像一张地盘来嘛。四月，爸，这个是侬打的来的啊？是妈妈为你准备的。欧生柚子打了吧？啊！哎呦，凡凡分享的要为的提起欧生柚子。哦，带来了。啪，半边地盘来打开门。那么啥叫欧生柚子呢？还是用欧生作为柚子啊？不是的，是南京的特产，用欧生腌制，不咸不淡。那么腌制后呢，拿里拌起来。拌成功油的形状，当中呢包一朵干的玫瑰花，吃起来嘛也是鲜，也是香，也是好口。今朝的呢，切盒子一块一块，旁边为鸭胗干，为苏山弄，那侪是南京特产。边浪向围着4个罐头，里向啥么子呢？
血浓米当中，这位准备，细菌已经菜至半碗，当当心心的与牙签。爸，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好，上月没吃上刚好吃的么子了，是吗？那妈的手艺真是不该当年呀！听见这两句，我心里出气呀！想不得，眼睛门前这样的分动地的么子，搭太子老头子个欢心着。我10几年来辛辛苦苦服侍呢，也是发觉自家有夺命做啊！哎呀，越想越气，越想越恨。夺命做，接上做。沈世君，你有啥稀奇啊？你虽是头房里的儿子们，但是你当督药不是一条心呀。马镇上海边一切对样样侪不归。我虽然是泥房里，但是我头边上去啊，搭山洞样子一女两男。哎呀，山洞是欢喜得不得了。但今朝嘛，我啥岁间要拿出来用用。地心上山洞不能偏心的，所以不能等打乱我。
但听了想对两个儿子一口没。你拍一，我拍一，我们大家做游戏。哦，那个想出来，白想得开心得嘞。这个3天年嘛，我说偷到路浪向，但山东上门前嘛，还有山东啊，你快点看看看娘，你两个宝贝儿子，哎哟，两个三人人没三，有良心个，孝顺那个，哎呀，差是差得来，背到路浪向来，见爸爸见爸爸，不娘里都到路浪向来时，要不都差啥子哇？山东啊，你看娘，你两个宝贝儿子，这个阿娘谁啊？看见爸爸们，快点接娘。两个儿子平常辰光看见爷蛮黑的，今朝的看见爷一副平庸面容秀才，面孔憋憋背么里一黑，开不出口子呀。哎呦，我就这个了，两个死人啊！现在关键时刻呀，一来摇来就是门前发发吊嘛，这样来分高档，不会忘记你多呀。哎哟，急是急得嘞！李守放起2条水，忙是都口浪头浪向，等我接娘。爸哟，山东啊，俺看见了，你两个宝贝见你爸爸着呢。亲友，老发头人几乎迷信了海了。阿是我现在生病困在床上，你都对我可亲人啊！那个牙还没死，滚出去！哎呀呀呀，5切绳子哇！那就是让动气在。哎，想不得，这沈书记门前面子也落不落子。5去想，导致两个儿子们眼睛下流，那谁是把学长？重新回到流浪们，2手积水刚回改。世君蛮清爽，张婆也欢喜我不欢喜该得的两个儿子。但良心讲，真叫爷生毛病了，我得该得的来。那平常辰光亲我也不会来的。这既然爷特地危险期嘛，对吧？别太老远。爸，我走了，明天我再来看看，好吗？村长，开心啊！啊，啥子快点办，看家出去，快点办。真是一种何等精明！一看懂的，儿子该当是一刻才不想等来。为啥？你不想看见这个姨太太？看见只有生气。我给他生病以来困在床浪向，想之不舍。真叫感慨万千。
情，是呀是了，一杀一美，心凉儿子世军这几年都阿给我位置，但是李发肯要到上海去读大学，返我生活费，返我学费，以大学毕业。该他能够回州来，看上去时机成熟，我随便还要用点手段努力留下来。世军啊，爸，侬今早就不要回去了，困了搿搭陪陪我吧。啊！世军万万分想得了，也非得规则我留下来，而且叫我服侍你。那么还要留下来，还是留个好。有了啥毛病，甚至你个心让你开心点嘛，毛病啊这点好。那好吧，我就在这里伺候你。听说没噻？老弟子昏脱着，你是出去留下来呀？可是回当来的。哦，姨太太就是觉得嘞，马上无雷门，我娘偷得在屋给。妈，啥事体呀？吃大事体子呀！啥个都老弟子昏脱着，要让沈书记留下来呀？那么那这啥个大事体的，真是。这个为啥事体啊？总归大事体哇！王孔依然了生意上中最最，一点点小事体嘛慌慌张张。那是一进了，这为啥事体了？哎，儿子服侍也么天经地义的呀。妈，这个道理我也懂的呀。但是你哪不想想，沈书君留下来嘛，就是说老头子非我服侍着了。也是这样嘛，你也是要做的光标想一下的。我哪做了？我刚才留下来你是先让你娘不个沈氏军困。我困在啥地方呢？你们困在门口这个沙发里下去。困在哪里去啊？来。哎呀，那么那要里想，不要困啥？不困啥？密切注意呀，你这两个头的运动。哦。再注意嘛，一只小铁线。送一个么是在了里向的。对，搿只白线线哇。假使是雨地上花队进去来时，你做来当时一场空的，晓得？不错。不要偷困啊！晓得这。眼睛一闪，两步去边上，咚。姨太太为谁领得清？线上浪向，我的高高兴兴。你想呀？啊，是。哎呀，风声不过上海赶走来嘛，赶野车没吃力的呀。这俺帮今朝死了该他的么呢？
山上浪向就讲吧啊！还是我在无辜人这样，定心哈子，安心的困。夜里向嘛，觉得白白多呀。有啥事体嘛，还是喊我哈子，喏，我睡了，房门开沙发浪向，有啥事体，尽管喊我哈子啊！啊，不离这个日子没得有点难为情，只好答应着。啊，那好吧，也可以答应。夜里呢，世君就困在这山上浪向，等到困到上浪向看见夜，呼吸蛮均匀，但蛮点心，就是刚刚困下去，听见夜瞌睡嘛，上浪向要紧手起来。不晓得姨太太速度比你快，已经奔到至上门前子。我沈山同你们扶起来点点，一只水呢，要不山浪向拿只三台鱼过来，让你偷偷看台。台鱼一放门，我的人佛是困下去，鼻涕是哈，一些些功夫又回出去再。口里出气，那么也就困下去。不晓得刚刚困下去，听见夜大腿气嘛，上浪向要紧手起来。不晓得姨太太速度也是比你快，这样呼吸人啊，已经到这里向子。我沈山同个水门，鼻头里向放一放哈，肉麻得来，还要汽水在你胸口头搂子两搂。山东啊，困吧，一些功夫又回出去再。就是讲，觉得上浪向一语动人啊，这个女人谁会得像雨林这样出现，速度之快无法形容，像灭头这个灭铁质疑呀，你质量高头的运动啊！哎，你这讲照顾了沈山东身体慢慢叫他好起来着，上浪向还改改子，哎，心里想他蛮开心。哎呦，那么开心，李守芳就是这样子呀，这两只眼睛像用满，像不是一个疯困一样。一声音马上起来，一声音马上起来，灭铁质疑谁是个只白先生，谁怕沈世军动睡觉？哎，夜里向还做家务，人否铁打的呀。这两日天是瞌睡了，头痛了，样样侪来着，力气侪没拨。上次一话，老头子毛病好起来，我得要还下来着。沈山东自从生病以来，顶顶担心的就是自家公司难。本当自家身体好了啦，亲力亲为，现在生病，哎呀，那么难办。好的，现在世军来在，可以帮帮自家，所以拿点事体啦，侪去交拨了世军。哎，世军的办事能力得蛮强，世军蛮清爽，不是自家办事能力强。那你别人家侪是冒子爷的面子，我这边个白白摊着干，但是让爷开心嘛，也算着。个世军晓得啊，我不可能已经得了该打的，寻个合适的机会，大爷要提出来。哎，今这机会来着，那么天气没好，个世军过来，我个窗帘拉开来嘛，最带上半边。爸，我看你这几天身体好了不少，我想我回去住，每天早晨我再来看您，好不好？听来你子这样讲，晓得时机差不多着，啪，眼睛张开来，面孔笑嘻嘻。好啊！哎呦，搿点得分香的，爷一看答应了，开心。啊，谢谢爸爸。但是我闲话还没讲完了，世军啊，我还想到搿面去试试了，因为搿面比较清静。没受养病啊！哎呀，我还听说着，要是得个面去试试，落到是个面啊，就知我娘是个孤女。哎呀，为得我耳朵出毛病子啊！嘿，沈山东就经过深思熟虑，为啥？因为要流浪的世军半夜搬出该到三公馆打过来去，因为世军是立了娘个面的。今朝提出来，只不过要打多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表面浪向闲话也讲得光边些。世军啊，爸爸，我看我生病以来，苏芳服侍我啊，辛苦了。夜里向起来，肯定啥日子个懒了，咳嗽连连。我到店面去嘛，让你好好
休息休息，对吧？你搿个几句闲话，声音虽然不响，但是好像多是一口炸弹。李守芳脑子一下轰了一来。沈三东啊，沈三东，你今朝哪有搿两句闲话出来？你为啥有这样的决定呢？我李守芳服侍你10几年，我是真心的呀，我辛辛苦苦对你，我服侍你呀。你是当我讲的呀？你心里想只有李守芳一个人，勾留闺蜜的女人根本不是你心上呀。两个儿子才是你的希望，你才忘记啥呢呀？听见你这样番闲话嘛，这个天也退下来着，眼里湿过个过来。沈三东，你今朝哪有搿两句闲话出来呀？我李守芳傻气也服侍你了，因为你是我个男人，是给那个当家人是你个顶梁柱呀。我服侍你是心甘情愿的，我是真心的呀，我也不是带你死嘞。世君一听嘛，搿个女人还会讲闲话呀？要能生毛病呀？啥个死不死呀？哎呀，你透气啊！爸爸在生病，你不要刺激他。3块下去嘛，谁是你？你不来买套病，来得落岗试问，那是孩子一块多钱全部在吞到世君身上。你说呀，你得真的先生个，你要不事体，你拍拍屁股往正上海一千段。你要生是毛病子，急匆匆赶押车回转来服侍你，你得实力先生个。哎，你真的先生嘛？你耍起当初往正上海一千段，你耍起违背你都要个意志，你耍起也让你都要伤心，你耍起不跟你合作生意啊？你呀、你真的先生都要个手，你有本事，你上海别去，吕了给大服侍你要做一个先知医生啊！我看你做人啊，叫口是心非，侬都要当仙女来哄你世君不会讲闲话呀，不你叭一番闲话上来嘛，就是弄得来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呀！哎呀，你这种该讲的嘛，咁啦，我来。李守芳，侬不要太过分，我是一家之主。世君，爸，叫车子到鼓楼去。好，我马上去。呀，你起来开保险箱。啥个真你要去噻？为了动作办事噻，搿是为当然的。李守芳想发疯子个冲上来，沈三多，你耍气啊？你人家去，你的百姓想奴出去呀？你哪可以这样的负心啊？给那个儿子能分别听啥啊？你不能这个呀！侬懂点啥？我人了哈里的，么事就了哈里的，我用起来比大的。比当啊，不是俺比当，你要去对呀别咱女的发个疯子，世君，等，上驴打进房间一口嘛，哎，这口几个女人啊，抓了只要洗不放，发根子，拉扯个地方，一下不水一松呀，那水一松嘛，规则几户人，快点挪牙背下去，把他车子里下去。自家规则妖精们是统统打和司机们手上车子忙着鼓楼而去。沈三东离开这大小公馆到鼓楼去，可是留下来沈世君的生活要起飞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当然了，要倾听我大。